今日要同大家講件網球圈嘅離奇事，加拿大網球公開賽竟然出現球穿網嘅詭異畫面，真係聞所未聞。早前加拿大網球公開賽第2輪中爆出件離奇事件，原本場波順順利利進行緊，一個關鍵分落敗之後，意大利選手馬泰奧突然舉手叫停，要申請睇現場 VR 回放，態度超堅決。佢同裁判講，對手迪亞諾打嘅球根本唔係正常過網，係直接穿咗個球網過去。呢句說話一出，現場即刻轟動起來，大家都話唔信，覺得球點會穿過網㗎？裁判即刻批准睇 VR， 大屏幕慢鏡一播，全場靜晒，個波真係由兩條網繩之間嘅細縫穿咗過去。呢個畫面真係見所未見，嚇親唔少人。根據網球規例，球穿網根本唔算有效擊球，裁判最終判咗呢一分歸馬泰奧。呢件事之後，全場都喺度議論紛紛，有人話係運氣，有人話好邪門，簡直成為今次加拿大賽最詭異嘅話題。呢件穿網奇事真係越諗越詭異，至今仲係球迷熱議嘅焦點。